们就在这里稍作歇息吧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？好不容易这里没有了雾障，御剑飞过去不更好吗？我们要等靖宇和叔叔回来。这再说了，昨夜和长生堂苦战，今天又走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喘口气了。你这么做，无非是拖大家的后腿。待会儿要是被魔教抢先一步进去，那该怎么办？青云弟子必须共进退。你们青云门连自己都搞不定，还需要别人来救？我看你们趁早回去算了。你们大可以御剑先行。师妹，别和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去吧。师妹，师兄，理他们做什么？咱们先走啊！前方不知道有多少妖魔鬼怪，魔教之人又诡计多端，我们实在不宜单独行事。金瓶儿，金瓶儿，放开小环。少城主，今年未见，近来可好？若你们魔教不惹是生非，自然安枕无忧。小环对你们魔教没有作用，抓他做什么？哎，你并无此事。刚才我们在路上遇到，叙了会儿旧，正准备送他离开。在路上遇到，金仙子来此地，想必不是为了闲逛吧？对付完长生堂，下一步又要对付哪个？昔年在于都承蒙大家关照，我不会对付有恩之人。如今大家是敌非友，已是不同立场，没有再叙旧的情谊了。小环，我们走。等会儿，跟你走，万一把小环弄丢了怎么办？我们的事与你无关。小环的事就跟狗爷有关。你们这帮青云弟子，平日里自诩侠义，碰到危难时刻，哎，就只顾自己的安危，推旁人挡箭。之前是鬼力，现在又轮到小环了，要干什么你们？哎，叔叔，之前是鬼力哥哥救了我，他和野狗都是好人。哎，我这么帮着你，你不带这么骂人的吧？啊，谁是好人？狗爷我是坏人。好，你是坏人，是对我最好的大坏人，行了吧？合着找了你半天，原来是扰了你们的好事，打扰你们故友相聚了是吧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跟他们待一起好了。他也是关心则乱，你就别跟他置气了，快去吧。哎，那姐姐，你们两个也一定要一路小心点儿。那我去了。走了。啊，叔叔，叔叔，哎呀，叔叔，哎，
那咱们现在去追鬼力？你去吧，我要去跟踪万毒门的人。去找秦无言？秦无言自有鬼力对付，我要去找百毒子，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死泽，否则我合欢派和锦绣坊的姐妹们就永无宁日。姐姐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都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谢谢。我们小环妹妹福大命大，到哪儿都有人护着，哪会有事？小环，你碰到熟人了？平儿姐姐也来了，是她救了我。哎，这池水真清啊！水里有毒。你们焚香谷的人不是向来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吗？而今落得如此下场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你这妖人，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来日我必将你千刀万剐！死到临头还有这般骨气，也算是难得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不过他必须死。毒公子，凭你我曾经联手的交情上，杀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啊，杀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杀了你对我没好处，只是觉得痛快。秦无言，你这妖人不得好死！师妹，快杀了他！快把解药交出来！你们已经中了我的蛊毒，如果没有解药，很快就会全身腐烂而死。师兄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让你们尝尝我现在深受万古噬咬的滋味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护着他？一会儿为师先进入内阁，你留下来给我密切监视秦无言。我的好事，念着救命之恩，就这么算了。但下一次，就不会这么简单了。哼！为什么要救我？之前你说过，想要看我如何深陷杀戮与仇恨之中，看我与碧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。现在还没有到结局，所以你不能死。如今，我仍然在想办法去救活碧瑶。那你还是杀了我吧。你就算不杀我，毒神也会派我来杀你。那没关系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就算你回到了万毒门，毒神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你就不怕我阻挠你得到神水吗？不会。之前你差一点将玉阳子碎尸万段，是为了碧瑶吧？不是让你监视秦无言吗？
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了？秦无言，你和金瓶儿诡力勾结，把我打伤，还放过了青云门的人，他们现在已经朝这边过来了。哼，早就知道这个逆徒会背叛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引发了他身上的毒蛊，不出12时辰，他一定会死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今夜，让余下的弟子准备袭击他们。是。有没有疗伤补气的丹药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天音阁修炼的是内功，并不炼丹药。哎，青云不是有很多灵草仙药吗？有没有带出来一些？怎么了？舍不得给我们师兄们用啊？当然不是，之前和长生堂交手，很多师弟受了伤，这药啊都用完了。之前是你赶走了虫子，这一次是我们救了你，我们之间已经扯平了，不要再多要求。你眼睁睁地放走秦无言，你这样对得起外公吗？秦无言是杀死外公的仇人，要是我被他抓了，断不会向他求饶，网开一面。我才没有向他求饶，我只是替你们争取时间，好让他掉以轻心而已。什么人？金宇，怎么耽搁这么久？师兄，我在林中查探，发现魔教正在自相残杀。金宇，你是否看到了什么熟悉之人？我只见到万毒门的人，还有金瓶儿和百毒子。你们呢？有没有见到魔教其他的人？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吧。表，我今天饶了秦无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世上除了你爹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想起你的人。其实10年之前我就看出来，他很在意你。你常常说我傻，可是我却不笨。你那么好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你。可是你喜欢我，表，只要能够进到天地宝库，我就可以找到令你复活的神水，你就可以回到我身边了。
现在艳红和小环走。呀，走。你们俩在这待着，千万别乱走。他们是万毒门培养出来的魔人，非常危险，不可近身。先用火烧，再用寒冰可破。先用烈火烧灼，再用寒冰。他们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应该是被毒神改造过的万毒门弟子。10年之前，我曾在空桑山遇到过。他们外壳坚硬，刀枪不入。可是叔叔啊，你上次没有跟我们去过空桑山，你怎么有办法对付他们？两位师兄，没事吧？暂时还撑得住。你们情况怎么样？我要休息一下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你怎么想到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万毒门变异的弟子呢？那年在空桑山遇险以后，我就常常在想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万毒门，也让你不为我担心。后来游历大地，我曾经无意中看见过副宗主，铁房内武器淬火，就想到这么个主意。副宗主。副宗主，鬼力！你是不是累着了？大白天的发梦，出现幻觉了？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？若真的是梦，终日沉入在梦中，又有何不好？浮生如梦，为欢几何？哎呀，是人呐！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居然没有。
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吗？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白犊子，想不到你这毒神的看门狗也有今天呐！识趣点儿，快把魔人之毒的解药交出来！野狗，你居然勾结青云门的人！你要再拖延时间，就会更……这就是传说中的异宝，应该是。他也在寻找异宝。不管是与不是，金光这么明显，我们得立刻回去通知萧师兄。既然来了，还想走？毒神，昔年空桑山青云两役，你们杀我诸多弟子，今日就要尔等偿命！是鬼力，趁现在走。谁？到底是谁？
给我出来！师傅，要不要追？不必了，寻天地宝库要紧。是。大人师兄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对了，叔叔，这万毒门的解药是谁给你的？哎，雪琪、鲸鱼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你们也无需再隐瞒了。这解药是他给的吧？师兄，小凡他肯定无心加害我们，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帮我们找解药了。萧师兄，适才在丛林当中，我曾见到那道金光。可是异宝，金光大作，直上云霄，和传说中所言确实一致。可是附近都有万毒门的人埋伏，若非小凡相助，恐怕我们难以脱险。你们去追他，却陷入万毒门的埋伏，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了。又或者是他想给我们解药，想借我们之手除掉毒神。师兄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是你想的太过于简单了吧？如果他真的顾念旧情的话，为什么不当面过来说清楚呢？也许他有苦衷无法露面吧。就是张口闭口的这魔势不两立什么的，鬼力哥哥会露面才怪。小环，师兄，前日是他提醒咱们要警惕长生堂的攻击。若他对咱们有敌意，为何一而再的暗中相助？师兄，我了解小凡，他心软又重情义。前不久他回大珠峰见过师父，要说他不念旧情，我不相信。好，那么你们现在都认定他是有非敌了，是吧？接下来打算如何呢？各位师弟，你们不要太过于执着了。10年前在玉清殿，当诛仙剑落下那一刻，他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张小凡了。他顾不顾念旧情，这个我们还有待商讨。可是他背后的鬼王宗是绝对不会对咱们心慈手软。10年前的青云之耻，我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。这一次说是我们不能团结，各怀一心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完成师门交代给我们的任务？回去之后如何向师门交代？师兄说的对，无论如何，当以师门任务为主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得全力以赴。义在情先，无法兼得，还是不见面的好。李寻他们呢？早就等不及了，嫌我们走得太慢，带着艳红先探路去了。我们也不要再耽搁了，收拾东西，赶紧上路吧。啊。给弟子一个丹髓立功的机会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真没想到，我发动毒蛊，居然把你给引出来了。
要不是为师施法惩戒百毒子，恐怕你是不会现身的吧？师父误会弟子了，吾爷绝不敢背叛万毒门，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事之后早就该归队，可是他拖拖拉拉，一直不敢回来，可见其居心叵测呀。行了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不用再说了。百毒子，将功赎罪，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如今，天地宝库就在眼前，如果再有闪失，应该知道你自己的下场是什么。是，师父。弟子绝对不会再让青云门的人靠近半步。可是，这群人行踪飘忽，极难蹲守，还有鬼力行踪不定，就怕又……哼，只要你有心，不怕等不到他们。据《神鬼之意》记载，通往天地宝库的路不止一条，但只要动脑筋想想，宝库的入口必定只有一个。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此地有股强烈的悲伤怨。真正可怕的人，是那些狠毒的人。你说的比怪物更可怕的，是不是毒神驱使的那些被蛊毒变异的弟子啊？
改变他们的根本不是蛊毒，而是他们内心的贪婪和欲望。可是我们不也要去天地宝库找东西吗？这不叫贪婪。所以我也是被欲望驱使的。怪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复活自己所爱的人。说吧，咱们怎么去啊？找路。哪有路啊？怎么找啊？这是什么？是磷火，死于沼泽。我曾经看过一卷上古奇书《神魔志异》，里面提到过这个死亡沼泽。这沼泽之中，至少有一条路是通往天地宝库的。天地宝库，难道就是那棵金色发光巨树？有可能。据说天地宝库乃天地修真之所，藏有太初神物，有神鬼不测之为。历来为修仙之士苦心寻觅，便是洪荒巨兽也多起贪婪之心。只是这宝库居于1年神木之中。其间又禁制重重，更有9天神兽守护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哦，难怪这沼泽当中有这么多的骨骸，想必是为了寻宝才葬身此地吧？说不定这天书就在里面。可是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呢？你们不是都会飞吗？那就飞过去啊，飞到那大树中间，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此地是沼泽中瘴气最强的地方。瘴气中带有剧毒，随时可能毒死人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千万都不要飞上天。这里的沼泽已经无路可走了，而且我们又不能接触地面，还是小心行事吧。嘿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你们用你们的法术把鬼火逼出来试试看。只要是死过人和牲畜的地方，那里附近就一定会有鬼火，而唯一没有鬼火的地方，就一定是安全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没有尸体，不是吗？哦，聪明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顺着这些没有鬼火的路走，就能找到天地宝库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
生者祭也，死者归也。这是召唤亡魂与之通灵的一种秘法，叫做气鬼神。没想到你还会招魂啊！入得鬼王宗，便是入了鬼门，与亡灵通灵，奇怪吗？这不是鬼王宗的法术吧？你被骗我了？哎，这从哪儿学回来的？不告诉你。沼泽之中定有地面稀松淤软，陷人于无形。但凡踏入，就会被淤泥没顶，死于非命。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有些人胆子可真不小，在这随时可能丧命的沼泽里，有只蝼蚁竟敢跟在咱们后面。原来是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毒神好眼力，这都看得出来。你藏身于队伍之末，鬼鬼祟祟，畏首畏尾。进入沼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儿。怎么，欺我万毒门没人不成？我只不过想进来跟着您看看，您别这么小气嘛。只是看看，我看你是想趁机进入天地宝库，出手盗宝吧？师傅，他跟鬼力是一伙的，合欢派与鬼王宗向来相互勾结。上次在青云山下，他还放了林惊羽，杀了他吧，以免节外生枝。金瓶儿，你应该知道。落入本尊之手，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哼！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师傅，手下留人。秦无言，你又想干嘛呀？师傅，金瓶儿正是绝佳的人质，既然被抓，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咱们不妨压着他，等到了天地宝库再说。压着他，我看你是想救他的性命吧？你自己不是也说，他既勾结鬼力，又救过林惊羽吗？所以只要压着他，鬼力和林惊羽多半会来救。咱们有人质在手，接下来岂不更轻松？此话说的有道理。白肚子，那你就带着他，确定没有埋伏之后，到了宝藏门口。再杀他也不迟。是。来，雪琪，给你挑个大的。多亏了我们家小环聪明，这进了沼泽，到了现在，什么危险都没有碰上。等明天啊，进了那个巨木林，估计距离天地宝库就没有多远了。金羽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我只是一直在想，魔教的人现在走到哪儿了？他们未必比咱们走得快。不一定。万毒门的人擅长用毒，而且听闻蛇谷本来也是在泥泞滩地之中，对这种环境相对比较熟悉。
他们肯定有避毒的方法。我倒是觉得这里的毒瘴应该连毒神也无法避免，毕竟太多不同种类的毒混在一起，毒素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，说不定对他们的危害更大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一路上为什么要弃飞改为行走？如果既能飞行又能避免毒瘴，他们早就飞到了呀。有道理。现在这死亡沼泽里分为好几拨人，鬼力、金瓶儿以及万毒门。我认为，我们应该先让他们斗上一斗，到时候也给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。不可能啦，万毒门的人怎么可能是我鬼力哥哥的对手？又起雾了，大家小心。绕了这么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路，还不如跟青云门的人一起走算了。边走边探路，试试看吧。哎，师兄，你忘了师傅出门前怎么交代你的吗？让你谨慎行事。我是怕耽误越久，被落下的越远。万一被鬼力和青云门那帮人抢先一步进入天体宝库，抢走宝物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们不是张小凡，也没有那个胆子敢跟魔教勾结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都这么多年了，那帮人一见到鬼力，就跟失了魂一样。尤其是林惊羽，摆明了包庇护短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指望青云门，得单独行动。可是我们只有2个人，只怕势单力薄，敌众我寡。别担心，现在有万毒门的人在前，我们可以让鬼力和青云门的人先去铲除毒神，然后再看准时机，抢先进入天地宝库。现在关键是怎么进去。哎，这沼泽里面的不都是沥青吗？只要我们想办法让沥青烧起来，等沥青干了之后结成沥青块，然后我们踩在这些沥青块上就能进去了。好主意。小凡，你好厉害啊！现在已经是鬼王宗副宗主了。不过，你那招灵芝术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还有那个大荒东山是什么意思啊？在什么地方？那是海边的一座山。传说，在那里的灵魂都会归入地底，人们在那儿升起篝火，夜夜招魂。有一个姑娘在等候她出海未归的爱人，每当潮起潮落，她就会在海边招魂，期望等到她爱的人归来。等待未归的爱人，和丁海庄的少主一样呢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去看过他，他还好，可是他还没有等到云舒归来。他说他想造一艘船，出海去找他。不过我觉得他要等很久。他对我说，就算等到满头白发，他也不会放弃，和我一样。小凡，我想你了。副宗主，这回除了水草就是泥坑，什么吃的都找不到。我看今天晚上，咱们就凑合着忍一宿吧。啊，我不饿。明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先歇着吧。啊，哎呀，哎，副宗主，你之前不是也中过秦无言的毒吗？
都驱除干净了吗？是不是现在还在起作用啊？没有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哦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。你在这等我，别乱走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害怕，我。有敌人偷袭！小环。 是沼泽里的怪物，大家小心！为何留守？你不是魔教的血公子吗？昔年并肩作战之意，玉清殿你维护我之恩，鬼力铭记于心。鬼力？刚才我们遭遇偷袭，小环跟叔叔被抓走，可是你们魔教所为。除了我和万毒门。 没有别的魔教的人来到这儿，不可能是万毒门。敌人全是黑影，神出鬼没，不现原形。我去看看。你回来吧。 待此间事了了，跟我回去吧，张师弟。我已经很久不用这个名字了。
什么声音？你们听，难道是什么毒虫怪兽？只怕数量不少，大家小心。哪个魔教妖孽在这里装神弄鬼？你怎么知道是魔教的人搞的鬼？一听有笛声，肯定是有人用了什么旁门左道来控制这些毒虫。既是魔教妖人，有种的站出来，我们刀上300回合。用这些无知畜生算什么英雄？英雄是你们这些正道大侠当的，轮不到我。秦无言，你用的是控妖笛吧？天鹰掌门的高徒果然是有见识。我师父不想你们打扰他进宝库，便让我用这些异虫好好招待你们。诸位不妨就待在这个金光圈，免得被万虫噬咬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走，还是战。战，只要缠住此人，便可一战而胜。不错，我跟大人抵制毒虫，你跟阿夏攻击秦无厌。秦无言，睡莲池涉毒，说明万毒门已经放弃你了。为何你不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呢？哼！你笑我沉沦魔道，我却笑你心中痴迷。这世间万道，道道在你，难道便是你的暗方是暗，我的暗便是海吗？天生万道，本是一体，正义道心正在世人心间。你是魔，我是正，我便要斩妖除魔。哼！前面恭候诸位了。金羽，规则之中竟有不具瘴气，还能如履平地的怪物。哼，有是自然有的，只是没想到阴差阳错，居然是青云门的人招来了鱼怪。鱼怪？哈，其实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妖物。据说他们是千载之前南疆10万大山7里洞中被兽神戾气所感染的异族之一，叫做鱼人族，以食人为生，凶残异常。后来逃到了死亡沼泽容身。也好，就让那些鱼怪去对付他们吧。还有1天就要到达天地宝库了，咱们抓紧赶路吧。是。这些年，你应该学了不少魔教。
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？别再像10年前于都那样阻拦我。张小凡，你醒一醒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既知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现在在你眼前的早已是鬼力。叔叔，你快让人来救我们呀！救命！你们抓我们干嘛呀？啊，我们的肉又不好吃，万毒门才是你们该抓的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天天吃毒药，都是大补的材料。你跟他们废话干嘛？看清楚了没有？你别碰他！啊！过来吃我，吃我！什么怪物？用毒物攻击他们。邱岩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想干嘛？对不住了，师兄。为了师傅，你就牺牲你自己，成全我们吧。邱岩，也不知道鲸鱼、陆师妹还有叔叔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们3人功法极好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师兄，这是什么呀？师妹，快走！他不怕我们的法宝。陆师妹，没事吧？大家没事吧？早说让你们一路同行，你们偏是不听。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你们早就被妖怪抓走了。陆师妹又救了你们一次，现在轮到你们欠青云门一回了吧？这些怪物神出鬼没的，也不知道还有多少。我们分头行动太危险了，还是一起走吧。